感谢你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感谢你用宝血救赎了我们。感谢你在第3天从死里复活，胜过罪恶与死亡的权势，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与永恒的盼望。2025年即将结束，2026年即将开始。我们回首这一年，有数得清的恩典，也有数不清却真实与主同在的时刻。我们知道，在高山，主你与我们同欢；在低谷，主你仍然紧紧地拖住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深知道，我们一切的言语都非常的有限，但我们仍要向你献上全人全心的敬拜、赞美和感谢。愿我们今日的敬拜不只是歌声，不只是旋律，而是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更多的完全降服于你。永远圣洁的主耶稣，我们仰望你是那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是那曾被杀，如今永远活着的羔羊。你是我们生命的全所有。愿我们每一个灵里缺乏的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重担，过去的羞愧、软弱与伤害，对未知的焦虑与恐惧，疾病的病痛，心里的忧伤，都在你今日大能的同在中，并在你的爱里被医治、被释放、被更新、被坚固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爱、平安、喜乐与盼望，充充足足的浇灌、满足每一个站立在主耶稣你面前，每一个深深渴慕你的心。透过今天的敬拜，还有瑞平牧师的讲道，他所传讲的信息，都能够使在座聆听的每一个人，生命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的爱所带来的更新与改变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尊荣你。愿你在凡事上都居首位。主啊，我们要高举你的名，宣告一切天上、地下、地底下的，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屈膝敬拜，称你为主。启示录当中的一句经文说：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人，没有人能够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让我们带着一颗渴慕、敬畏和感恩的心，一同来唱这首感谢，成为我们对神最真诚的敬拜。对你的
世代代夫妇，全心全意敬拜，齐声宣扬称颂神羔羊，众生途中儿女，万族万民万邦，齐声宣扬称颂神羔羊。耶稣的名，你名高过穹苍，你名何等伟大，你名超乎万民之上，所有宝座冠冕，所有能力权柄，你名超乎万民之上，众天使呼喊，圣洁，万口要敬拜，圣洁，我们高举你，圣洁，圣洁到永远。我已被你赎回，永远宣扬称颂神羔羊。我已得着自由，奉靠耶稣之名，永远宣扬称颂神羔羊，永远宣扬称颂敬拜你耶和，众天使呼喊，圣洁，万口要敬拜，圣洁，我们高举你，圣洁，圣洁到永远。神儿女歌唱，圣洁，全地的君王，圣洁，你永不改变，圣洁，圣洁到永远。来赞美他的名，你名高过穹苍，你名何等伟大，你名超乎万民之上，所有宝座冠冕，所有能力权柄，你名超乎万民之上，你名高过穹苍。